大家好，歡迎回到頻道。Pi Network 最近公布了一項重要升級，很多 Pioneers 都在問同一個問題：這次更新能不能幫助 PI Coin 反彈，還是價格還會繼續承受壓力？這期視頻我們會快速了一下 PI 目前的價格表現，再將推出的 Protocol V 業務 Pi Mining App 的變化，以及大家需要注意的主要風險。開始之前提醒大家，這期視頻只用於分享信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Crypto 市場風險很高，做任何決定之前都要自己做好研究。而 PI Coin 現在表現怎麼樣？在製作這期視頻的時候 ，PI Coin 的價格大約在$0.12附近。Crypto 價格變化很快，所以在錄製或者發布視頻之前，最好再確認一下最新價格。目前 PI 的價格仍然遠低於很多社會成員之前的期待，所以一部分 Pioneers 感到失望，而另一部分人認為 Pi Network 還需要更多時間去建立真正的使用場景。大家需要明白，一種 coin 不會只因為社區人數很多，價格就一定會上漲。市場更會關注實際需求、流通數量、交易所支持、真實用途，以及用戶是否真的需要使用這枚 coin。這也是為什麼 Pi Network 最近的更新很重要。這個項目現在需要證明 PI 不只是大家在手機 App 裡面每天點擊領取的一枚 coin，而是能夠真正被使用的數字資產。3. Protocol V 業務即將上線，最近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Protocol V 業務。Pi Network 計劃在2016年7月20日進行這次升級。根據官方介紹，這次更新嘅主要目標係提升網絡嘅穩定性和可靠性。升級還會加入一些新嘅技術，讓開發者可以創建更重視隱私保護嘅應用。簡單來說，未來某些應用可能只需要確認用戶已經完成身份驗證，或者符合某項要求，而不需要看到用戶全部嘅個人資料。這類技術可以應用在身份驗證、支付和其他服務中，用戶可以證明自己符合要求，同時不需要公開太多私人信息。這聽起來是一個積極嘅發展，但我們也要保持理性。一次技術升級並不代表 PI Coin 嘅價格一定會馬上 pump， 升級只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接下來還需要開發者真正做出有用的應用，而且這些應用必須有人願意使用。第4 Pi Mining App 將更新設計 Pi Network， 也開始更新 Mining App 的設計。側邊菜單和個人資料頁面都會重新設計，讓用戶更容易找到重要功能，例如 Mainnet Checklist、Mining 信息和推薦的 Pi Applications， 未來都會更容易進入。Apple 也加入了 Dark Mode。這個更新聽起來可能不是特別大，但 Mining App 是大部分 Pioneers 接觸 Pi Network 的主要地方。更清楚、更簡單的設計可以改善用戶體驗，特別是對剛接觸 Pi Network 的用戶來說 ，KYC、Mainnet Migration 和 Wallet Setup 這些步驟有時候會讓人感到困惑。不過，大家也要明白，新的 App 設計本身不會直接提高 PI Coin 的價值。真正重要嘅問題係喺用戶會不會使用 PI 進行支付、購買服務，或者喺應用裡面完成真實交易。Pi Network 正在建立更多真實用途。Pi Network 亦係嘗試走出 Mobile Mining， 建立更多實際使用場景。最近嘅 Pi 2 Day 更新中，項目介紹咗 Pi Sign-in、Pi Verify 和 Solo Host。Pi Sign-in 嘅目標係讓用戶可以直接使用 Pi Account 登錄支持嘅第三方應用。Pi Verify 係一種身份驗證服務，未來外部公司可能可以使用它嚟確認用戶身份。Solo Host 就主要關注本地完成嘅應用、AI 工具以及未來可能出現嘅計算用途。呢些發展很重要，因為他們正在嘗試創造真正使用 Pi 服務嘅理由。其中Pi Verify 比較值得關注。按照項目嘅計劃，第三方公司使用這項服務時，
可能需要使用 PI 進行支付。如果未來真的有企業開始使用 Pi Verify，這就可能為 PI Coin 帶來一個真實嘅需求來源。不過目前很多產品仍然比較新，或者還在逐步推出。我哋需要繼續觀察呢啲服務能不能吸引真正嘅用戶和企業，而唔只係達到現有 PI 社區嘅關注。六 PI Coin 能夠反彈嗎？所以 Protocol V 業務能不能幫助 PI Coin 反彈？從積極嘅一面來看， Pi Network 正在升級技術，改善 Mining App， 同時也在開發身份驗證、AI 和第三方應用等新的使用場景。這些發展至少說明項目並不是只關注街角嘅市場操作。不過 PI 依然面臨很多挑戰，項目需要更多真實需求、更多有用嘅應用、更廣泛嘅交易所支持，以及更清楚嘅數據，證明用戶真的在使用和消費 PI。 Protocol V 業務可能會帶來短期關注，但 PI Coin 能不能長期上漲，最終還是要看真實採用情況。不要只因為有人承諾 PI 會漲到一個非常高嘅價格，就急着買入。更重要的是關注官方更新、真實使用數據，以及整個 crypto 市場嘅走勢。你覺得 Protocol V 業務能幫助 Pi Network 繼續發展嗎？還是這個項目仍然需要更多時間？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嘅看法。別忘了點讚這期視頻並訂閱頻道，我們會繼續用簡單易懂嘅方式為大家帶來更多 crypto 更新。感謝大家觀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